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，寂寞已来探路。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trả，该黑马萨，让爱改变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。 太刺激了啊！哟，刚刚又出事情了，那又情况呢？哎，松美松美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先坐下来。松美啊，你的身体有问题哦，很严呢。医生不是说太刺激了啦，给到的问题哦，我要处理啦。 你先问晨晨哦，平日专业检查歇困好冇？呀哈，我无事情啦，我伫医院哦多几日啊，有食药的啊，也做晒啊。迄医生又讲啊，你从个生发啊没有影响的啊，我来去煮饭。哎呦，松美啊，拜托你啦，医生乖乖哦，专业检查，好好留去睡3日3夜，好冇？做唔得啦，生完再来食饭咧。孙怡。 你莫安用啊！我看事情就唔是少啊，要有爱，要阿绿菜啊，好冇？你先转一间房歇困啊，好。你好呀。所以礼拜迄饮你太高了，才会反太嘅。 医生讲，将来加迄困地位都会冇事情。阿 K， 因为确实哦，负责排班嘅时间哦，分配给清洁工作哦，要喺永远一开始就分配好嘅，而某个效应又难事的哦，大摆哦，不拿春雨让你出师傅。歹势啦，我保准汉白听错资格检票啦。 阿吕哥，刚配还有乜嘅事情啊？另外，春雨嘅癌细胞有扩散嘅现象。做乜嘅不平嘅原係癌？ 喺天公伯決定你嘅命運，有冇做乜嘅害你嘅事情？天公伯做乜嘅愛用犯愛咧？你只講驚愛嘅人，做乜嘅喜愛咧？做乜嘅喜愛咧？ 做地自家種鴨，我曾經做地種鴨苗咩？迄講唔係鴨嘞，太子心裡也着個生日，有幾條個支持，我想要個時間，我已經撐唔下去咧。自勇敢啊！
要切针。在医生规划的治疗过程当中，将会让癌细胞切断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，以后的记录会真高的。不过这段时间还真辛苦的啦。故说太师家，听说有信心，要心理准备，当作在皮的春野出口。哆瑞咪，你好棒！我为注意小龙老太主要各界功课啦，嘛为了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听从每本阿春伊小解啦。我做得皮阿春伊复健，等阿春伊开好头，我伫复健真辛苦，到时间我会脾气去医院，等到阿春伊完全好退为止，还有我会年年老阿春伊祈祷，我相信上帝会照顾阿春伊的。我嘛妹本太自家个担心的，我要好好控制自家的脾气，还个认真读书，上网打工。对啊，打工的事情慢慢结听啦，给你个研究一下。阿瑞哥，打工要将喺味道存钱啦。我知道对以后出社会的工作有很好的学习经验嘛。你安心啦，我听说会请时间去陪阿春伊个，我相信，也希望我哋做得独立啦，咁咩？哎，太子啊，你越来越会讲法了呢，哎，都讲唔容易了。阿里哥，你唔是少啦，我哋为了自家的事情做好好，过后张看下了阿春伊加油打气，阿春伊听说会冇事情诶。今后啊，一定不当强啊，有养喺村里带带生意，之前村里你的亲生之处，到此了开始。你会做家亲人之处，我说大山都会坚强，孙哲啊，你会比嗰条细鬼的还较脆弱啊？叫你按叫还停唔下来哦。看到这条的声音啊，都按得心，我吃都真感动啊。不过，我还会替阿春伊艰苦，伊个人安好，要世界用了按无公平哦。经常心肝做就更艰苦啊。妈，那个顺风都会出现啥原因出来解决问题了。天落下来，没有去长灯。唉，虽然我办事嘞都冇想去做伟人，不过既然天公伯出了只难题，做下要帮我出亲难的任务啊，故所长为落爱筋骨。苦爱心知，我爱体肤啊！一年哦。来嘞，春雨，吃饭了哟。好啊。做的事嘞。朵咪，我们来吃饭哈。我自己喂。
所以哆来咪基根本爱着训练到做在自家水平的啊。阿春姨，你莫惊啊！下到基根去请过资料的子宫颈癌吼，迄讲提早发现，以后的几率吼轻高啦。阿所以爱着拄到在自家照顾自家的啊。你所会乖乖个老医生配合治疗拄到这啊。还有，来到拄要托你的时候，你让你加油打气，提醒你爱所有的，你有某个事情就会开做很米上，来到的就会等等比过来，让你解决。你动作按慢，还会容不应该哦。哦，形容词，形容来到会等等来阿春一个身边，轻烦你。对，以后的这状态啊，阿春伊真欢喜的。阿春伊，也是来到送命去请假。你下礼拜哦，打算都做点食到营养有空间，还做点增加抵抗力的好食的东西哦。阿春伊，你老因讲哦，你要着食谱，不但是系分那种种熟率啦，还个对爱着那种防药气改呛爽面，嘛都有帮助的。对，当地是阿春伊真欢喜。像我阿春伊喜欢，过后哦，我当年都做不你事。欢喜呀，欢喜呀！来，吃饭，吃饭。小瑶，用的啦。徐明记，用把你来想，很会吃豆腐少的，子宫颈癌真经有按过治疗的。唔是少嗰種無法度改變嘅事情啊，我老目標放到能力範圍度，我先好好照顧阿春姨，佢聽朝會好起來嘅。小瑤，做阿春姨面頭前，行開要靠反應的哦。哎呦，阿春姨這樣唔會少呢，點啊？小蓉啊，你當然愛用面臭臭誒，阿春姨會吃到。大頭命誒，阿你個做嘅個發燒下嘅藥天，大條命誒，是咩情況？下禮拜青島你點嘅個發燒下嘅藥天？還有東東與飛鷹嘅文章咩？可以攞太子阿 K 講。還要層層欣賞阿春姨，還要向阿雷哥搶恩哦，聽眾還向阿雷哥搶恩。你呀，一路企咗講，好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哪来的合约？我看好阿雷的潜力。也知道先让他上口水歌是委屈了他，但是这已经是我公司给他最好的条件了。我知道，我还是希望你想清楚，毕竟我跟你父亲也算是有交情。你们天地雷就目前市场的走向还不算很讨好，要谈东山再起需要很大的努力啊。不过我相信你们的潜力哦。谢谢蔡老板，你肯把阿雷的合约让出来。就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忙。你老爸真是个孝子啊！蔡老板，你别笑，我们一定会唱出成绩来的。
好手。背这么多东西，叫你坐计程车不坐，坐什么公车啊？好啦，你这里有钱，我们这几天又没有赚什么钱。啊，我说我要付啊！哎呦，你阔少爷是不是？摆架子，我要付嘛！我要付啊！哎，你阔少爷是不是？啊？奇怪，我要付嘛！怎样？哎，我们是不会让你放弃音乐，更不会让你放弃天地雷。你来。阿春姨，所有的嘛。哟，爱清乖的，已经是嘞。让你答数，让你加油。好嘞，来准备哦，来睡梦嘞。以前哦，迄哆来咪，你来睡嘞哈。今仔选哪条管？新年阿姊已经偷去怪己睡嘞。按不头就唔是紧放起来，看佢敢有踢屁股。安样哦，唔对，两位睡好嘞。你是条两位有你去读书啊？阿春姨，你安心，你稍稍休息啊，我唔吵你嘞。安然咯。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这些孩子找到适当的寄养家庭，有更好的求学环境，更好的照顾。我强强哦，我老记得，你都爱个顺风，阿咪哦，讲起太自私嘞，那个家庭有样还吵个毛。阿春姨，我唔爱离开阿咪，我让你还有阿瑞哥喺度强下。你嘛係？解坤哦，有冇寄養家庭可以捱啊？你家庭爱让你条迁移上适合嘅寄养家庭。爱的唔着什么爱成为爱嘅精神支柱，不过一下爱冇法度照顾你着，安样？一下佢會冇安心，一下對你哋嚟講，應該係傳你讀書嘅時間，因為我嘅病情，聽說會影響你哋嘅功課，故所送咗你哋嘅家庭係冇法度嘅事情。还有，向銀行借嘅錢係冇還提，再個2個月，也會愛俾銀行發破嘅。素梅啊，我做唔得接書啦，佢下禮拜我帶到哪位啊？老臭強用的啦，用啲路行又唔會死體。你用嘅做的唔留捱到慘上，都做出樣嘅天呢。
做咩啊？输了了条生意呢，你俩因为做这案青菜都放弃了呢。医生咩讲嘞？让个病，请个照家的吩咐吃了，给以后的记忆是清高的啊。你俩按讲讲，做出安样决定，给之前你的大病都浪费了呢。我就冇想爱。给了为了爱浪费时间，一条一上忙，给了还暗示，给个什么应该爱用到给了个生活。无路的身份，我应该按照去面对人生的残酷，一定我应该比得爱食药靠爱，记得我应该少听讲你有地方带我，有份好什么，一定应该。有较好嘅环境去读书，佢就应该过4年嘅你嘅，还有曾经对佢哋太冇公平嘞，生命按宝贵，你做唔得按此时，你嘅能力冇啦，就做唔得。哎呀，巴蛋给的。素梅，你很有爱啊，搞尾皮痛也係順好啊。你還要做出決定，一個家庭都會散脫的。告訴我，已經老家爸講好，我個指數係你天地咧。如果不愛條時間，我等愛下好嗎？素梅，素梅因為啱啱好，啱唔會上，莫名其妙做出一樣決定呢。我姓阿春伊，也已經過詳細想過怎做決定，佢係用做。家嘅心肝聽咗比任何一剎還較痛啊！我唔了解，佢要問你還愛放棄咧，佢愛用做佢自家，愛睇自家離開，佢要問照顧佢自家咧，佢今日想講啦，安尼嘅心情，你還乜嘢做嘅？不用佢殺人啦，佢搶佢上去結結啦，佢自家成本都會虧欠啦，佢根本啊都冇去面對嘅問題啊！阿瑞，你換一隻方式來想。根本你假使你阿春伊，你會用來做。呢度一隻家庭，太子去老路先生費事哩，阿杰去拜託家嘅耳房，笑容心意。要花幾多嘅時間，同佢照顧一隻家庭。還有唔老人家買鐵去沖口水歌，阿雖然看到暗用，內心家嘅心肝，聽從頭嘅滴血。你係講你係阿春伊，
敢我希望，生命的做的生活都骄傲，好快乐。望人哋未來還會面對幾多殘酷嘅現實，冇拉排嘅能力，我付太假嘅時間。阿春兒還係希望大家做的生活都還好，唔好半點缺憾。做的一隻嘅天，你愛見，讓我做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唐先生。对，我之前跟你打听过寄养家庭的事情。我这里的小朋友大概3岁左右。涂瑞敏。对，好，谢谢你，那我等你回复哦，谢谢，拜拜。喂，常太公咩？我係童晨晨。哦，洗米讓人講扣電話哦。阿春兒嘅身體有點問題啦，需要休養一段時間。錯啊，嘅洗米哦，嗰一餐就做一片嘢。好，我們保持聯絡哦，再見。喂，你好。是，我是唐先生。奇诺人文基金会。哦，对啊，志杰是我的学生。那请问一下，需要做什么样的测验？哦，好，我了解。我希望帮他申请到住宿还有奖学金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嗰一餐誒，我喺板一郎牙把湯下街，你有冇幾打算啊？反正哦，哎呀，一胎诶，做得半工半讀啊。不過，既然習慣，冇不搞準嘅。你唔可以用功啊！阿春兒老咬如果嘛唔願意。但係也係真見無法度。係啲古數係乜關鍵後面啊？像係他自己做家人嘅養分，千萬對你聽聽啊！對我嚟講有能力，佢天出咪就睇自己做來啊！係講有經驗，有咁樣做來。當然會啊！當然啊，起碼哦，我做嚟看阿春兒啊。是看阿春兒？還有晨晨先生啊，阿綠哥啊，哆來咪小勇老 K 啦。你用我們走落去看哪誒？我這麼高不你看哪個數啊？喺你先幫我看的好冇？沈太子。好啦。咁做你冇掉罪啊！輕如我攞嚟掉罪啊！而家當係做下。有位利用哦，大學共嘅時間一看你，
我要尽量哦，伫暗晡摕去4点去倒啦。应该无安做出水哦。就按你讲好的哦。阿春姨，我老豆我就声音变做一家呢，我老豆我就声音做得强啊，不管遇到哪个困难都不会分开。春姨哦，真经对唔起你嘅。我明明有答应过会照顾你嘅，不过要下啥做唔到，是你嘅。春姨，其实我弟也很盼着奶丢。我真嘅，希望需要离开亚比，我不需要离开大吉家。阿春姨弟啊，这两个性管度哦，挺强的啊。不过，你我相信阿春姨一摆，哦，一摆就好，好冇？要摆哦，阿春姨为老娘请一张费事哦，我本年哦一直搬过来，搬过去。阿春姨，其实我还搬起来都走的，我将希望你嘅身体稍稍好些了。喂个，阿春姨哦，自家会加油的啊！阿春姨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会做护士，等快做毕业，我就读护士学校。阿勇，我就做得照顾你老阿妹。那个小勇哦。阿春雨哦，想会错个啦，吼。燕哦，叫我加油，好冇？我比较了解见，条件最好个还是奇诺人文基金会啊。看起来考试迄个基金费嘅条件最适合，韩国记得根本就是，你有打电话过来啊？你哋有啲研究乜嘅基金啊？基金费唔系基金啊。阿克个听托地个，伊哦，去甲签到，去下早做地支出伊嘅基金费，那个按照奇诺人文基金会啊，个条件哦，阿克全部都符合诶。很强呢，谁鬼啊？你是该出路哦，都想好办法的呢。我想希望给天地了哦，看做的搞驻村表站。谁鬼啊？这当然没问题啊。啊，你讲，你对哦天地嘞，嘛开始在为搞驻村表站啊？都是这我从来看到表站的，我会请新嘅朋友强下来让你充人气啊。好啊，到时间哦，改成同定义啊。两边哦，有点翕，还出来行行嘞。
阿吕哥，到底嘛个死者啊？你啷个讲出一只事件啊？阿吕哥，你啷个讲出一只事件好冇啊？阿吕哥，你怎么唔应该啊？阿 Ken， 你对我會各行各路咧。阿呂個嘅心肝度，我也會感觸。我係我唔敢愛你，喺迎賓外面唔知天地嚟乜嘅事情，就做得重新做到。故所，我唔敢愛你，我敢答應過後，要像之前講會照顧你的，啥又做唔到。三蚊掉了，虽然你们爱按聪明，不过亲人不足啊。奇怪，你动是因为按斗啊？硬巴當然哦，做定老所有嘅事，我寫到人喺頭腦度，老所有人答啊，我聲音去。哎，你看啦，丈夫哦，老叔要分開來啊。還有啊，寒天哦，人一睇丈夫也要分開來嘛，真是的哈。哎，你看啦，你學教嘅課本哦。還有你私人的漫畫書也分開來種嘛？哎呦，你看啊，一睇面派哦，按 Q 的唔可以啦。做唔得啊！你一跳係阿春體育班買本嘅睇面派，做唔得跳梯啊！好啦，老王叔叔啊嚟啦。阿春怡哦，说话不算数啊。阿春怡是有答应要照顾你们的，不过现在哦，阿春怡自己也好害怕，因为啊，接下来阿春怡要去看医生，要打针吃药，还要开刀，还要做化疗。阿春怡真的没有多余的力气可以照顾你们。哆来咪知道。哆来咪，阿春怡的苦衷，啊，你可以体谅哦。没关系。收养你的那个汪先生、汪太太啊，哦，他们是大学教授哦。我相信哦，他们会把我的哆瑞咪教成一个小孙女，好吗？哆来咪会乖。哆瑞咪，阿汪先生、汪太太哦，会给我们哆瑞咪买好玩的玩具，还有漂亮的衣服。
我们哆瑞咪就不用去穿别人旧的衣服了，对不对？我帮你做嘅送帮你。下礼拜我看到人讲嘅，就会送到你哦。是哦，你会要做护士没？可以做勇敢吗？我比破片给你，很靠勇敢。哎呦，这样做得做护士啊？我哋，我会做一个不你温暖嘅护士。我说，也可是，我会好心用嚟变做一个温暖、勇敢嘅人。嘅人又好，我分開經驗啊，係條做唔得嘅，唔好幫阿春醫生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我做得到。阿哥，你聽說我老囡仔考慮未？係啊，因為呢位過一餐呢吼，可能會變做亨利之家，也係瑪麗之家咧。阿哥，佢做得老一隻扛棒，舒服眼冇？希望有人哦，做得情書落一隻扛棒，刁轉去啊！佢睇好咧啊！佢下禮拜我來了解下，記者人會打雜無？佢有冇個問題啊？不過你帶落去馬子哦，最好還愛層層欣賞哦。佢也係阿春姨咧，佢就唔是錢啊？是錢，誰貴啊？所以你有良心啦。喂，查克的摇滚屋。小姐你好，我是汪太太，请你帮我接一下春姨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哎，春姨，约少按照王太太跟你邀請你。哦，好。喂，嘿，哎，王太太你好。啊，你们现在就要来接哆瑞咪哦？哎呀，方便，嗨，好，等你们了，好，再见。先生，王太太要来接哆瑞咪。怎么跟安娇要攞哆瑞咪送走啊？是咪？真歹勢啊！是咪？王先生、王太太有幾多規劃啊？就這幾多意思啊？
春怡，你唔好安用讲啊！你对爱都已经真好咧，你自家都破票，我会安排爱都要去哪里待。人生啊，有轻多的事情都无法度控制的。等一下，使用哆来咪的王先生、王太太就来。佮亲好啊！第二咧就有些麻烦哦，一撒本人送走，陪你做些专心练团啊。我你讲，你真无同情心诶！敢唔会？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